Uncle Quick 啲嘢幾好食都好，一定要留翻個胃食甜品。今日嚟到中環食東南亞菜，呢間餐廳叫做 Uncle Quick。第一道菜式一口麥皮炸雞，雖然係叫一口，但我都分咗兩口，食開俾大家睇。出邊有啲甜麥皮，所以佢炸脆個皮咧就係脆脆嘅甜味，而隻雞喺咪攞啲光澤，仲係好 juicy。之後就係胡椒蟹肉，再配呢個炸饅頭，聞落去已經有胡椒嘅香味。擺落個炸咗個香脆饅頭度，試一試先。饅頭炸到冇過火，啱啱好，好香嘅胡椒味，同埋呢個蟹肉係有少少啲香草香料嗰啲味道。呢個好堅啊！龍蝦辣沙，咁啊辣沙通常會有少少魚蛋片啦，仲放咗啲片啦，仲有排嗰啲蝦好靚，豆腐泡雞蛋，跟住佢仲有少少嘅雞肉絲嚟嘅。呼呼龍蝦，因為我都中意辣沙嘅，小心巴醬你可以撈埋一齊嘅。哇，好香椰香味。再嚟就係阿森辣沙意粉，佢會係酸酸辣辣。呢個阿森咧，本來係一個湯麵形式，但係佢就轉咗呢個醬汁，變咗一個意大利粉去呈現出嚟。上面亦都鋪咗好多好靚嘅海鮮。其實係一個經典嘅東南亞 fusion 菜，人當牛肉意大利粉啊，就係巴東醬汁醃咗啲牛肉，再配個意大利粉，好好味，仲帶少少椰香嘅味道。呢個係 fusion 一嚟，我最中意。之前成日介紹過 Wuma 嘅千層糕，今次嚟呢度就可以食佢呢個甜品，18層嘅班蘭糕，每一層都好有心機，因為你整完之後又要等乾，跟住再落第二層，係花好多心機整。再有一個印度香料茶蛋糕，另一個就係大人細路都中意嘅美祿千層卷，好好味嘅東南亞菜甜品不能錯過，希望大家中意我分享介紹，拜拜。